大家好，在下李追，拍片嘅時候係4月2號，今日同大家講一講由前晚開始傳出嘅愚人節笑話啊！而家有傳啊，皇馬將會斥資9000萬收購般奴費蘭迪斯嘅，就由英國嗰邊《太陽報》傳出嘅。咁啊，呢單嘢啊好明顯笑料嚟啦，9000萬係咪先？不過我哋姑且同大家睇下究竟點解會傳出嚟，或者皇馬會唔會咁做啊？咁首先啦，皇馬近5季嘅轉會咧，其實佢哋加埋咧係有淨收入嘅，係正1.85萬嘅，所以皇馬其實係唔會使錢喺一啲會蝕大錢嘅轉會身上啦。咁考慮到般奴費蘭迪斯今年9月已經31歲啦，所以皇馬係絕對冇可能出9000萬買佢噶。咁然後加上啦，近呢幾年皇馬嘅收購咧，其實都係以年青人為主啦，再唔係就免簽啦。跟住年青嘅球員咧都係3、4千萬啦，可能卡馬雲加啊、祖亞文尼嗰啲，最貴嘅咧亦都只係比寧鹹嘅1.1億啦。咁但係比寧鹹當季已經響多蒙特踢到風生水起啦，再加埋英籍啦，咁變相咧佢嘅價錢咧一定係比所有其他球員都會更加要高嘅咁樣。咁其實如果比寧鹹都係得個1.1億嘅時候咧，般奴費蘭迪斯31歲，仲要咁嘅水平嘅話咧，9000萬係絕對冇可能嘅。咁再睇一睇啦，咁其實咧，皇馬呢幾年咧轉會去曼聯嘅咧，其實都有華拉尼啦。當年咧係唔夠1年約咧，都係買4000萬嘅。咁之後卡斯美路啦，咁30歲嘅卡斯美路已經贏盡錦標，自己講到明想走啊，去試下新嘅聯賽咁樣啦。咁當季咧，其實佢仲有3年約嘅，但不過咧，都30歲噶啦，同埋已經用到殘噶啦，都賣咗7000萬嘅。咁其實呢兩位加埋咧，都不過係1.1億嘅啫。咁如果皇馬倒翻轉，而家要拎9000萬出嚟買般奴費蘭迪斯咧，條數點計都唔 make sense 啦。因為嗰兩位華拉尼、卡斯米路級數更加高啦，般奴費蘭迪斯絕對去唔到嗰個高度嘅。咁而且啦，而家講到話就係皇馬缺少個 playmaker 啦，喺呢個後 Modric 時代。咁但係其實咧，已經有一大類人等住上位噶啦。頭先咁新嘅奧斯爾啦，土耳其超新星啦，阿達古拿啦，亦都有曼城青訓巴謙迪亞斯可翼可攻中嘅。再之後啦，playmaker 就唔一定真係要喺攻中位噶嘛。咁其實亞歷山大阿奴咧都有好多時俾人調入中路咧去打呢個playmaking 嘅位置噶啦。咁或者佢右閘嘅進攻能力都好強啦。咁變相啦，皇馬係其實咧係有一大班 playmaker 等住用嘅。咁其實就冇乜需要咧去收購般奴費蘭迪斯嘅。不過講到咁啦，如果最後皇馬真係需要買一個 playmaker 嘅，不如考慮下簽翻同市隔離嗰位仁兄啊，33歲攻中世界級嘅，亦都係好強嘅 playmaking 能力啦。佢重點係佢今年夏天就完約噶咯喎，1蚊轉會費都唔使喎。咁啊講到呢度啊，今日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